有唔少嘅外籍傭工嚟到終審法院聽審，佢哋話希望外傭能夠享有平等嘅對待。喺最後一日嘅聆訊，代表政府嘅大律師陳詞，解釋建議法院提請全國人大澄清1999年釋法內容嘅原因。代表政府嘅律師又話，法院喺2001年裁定莊豐源有居留權後，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已經指判決同人大嘅解釋唔一致。佢話喺96年特區籌委會嘅文件提到立法機關有權限制外傭取得居港權，而喺99年人大釋法嘅時候，亦有考慮到相關嘅文件，認為法庭處理案件有疑問嘅時候，亦可以用作參考，冇違反到普通法嘅精神。但外傭嘅代表律師就認為，法院冇責任跟從籌委會嘅文件，亦唔應該將人大法工委嘅言論同釋法內容混為一談，指法院考慮其他評論意見係唔恰當。而外傭居港權上訴案係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聯同另外4位法官主審，審訊將會決定本港125000名居港滿7年嘅外傭能唔能夠申請到居港權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。